當市場好似咁劇烈波動嗰時咧，普通嘅投資者就會睇佢嘅賬戶係紅啊定綠啊。但係聰明嘅投資者咧，佢會檢查啲乜嘢咧？第一個檢查就係安全線啦，唔係指股票喎，係話咧一個家庭啦2至3年嘅流動性儲備啊。咁我有一位醫生嘅客戶就講過啦，就係始終咧保留2至3年嘅家庭支出啦，係一啲低風險、低波幅嘅資產裏邊咧，就可以令到佢咧好淡然咧睇待波動啦。第二個檢查咧，我叫底盤結構啊，配置咧全球化嘅資產程度咧足唔足夠啦？通常香港人咧都會有一個咧我哋叫本土偏好嘅 local market bias。咁有一啲嘅客戶朋友就比較聰明啦，可能近年咧有配置一啲譬如海外債券又好，或者海外股票市場又好咧，呢個舉動咧就可以平衡到咧可能本地市場嘅波動喎。第三個檢查就係個人時間表啦。咁大家嘅職業階段往往咧都決定到你嘅投資策略係應該點嘅喎。一個公務員穩定嘅現金流，或者一個企業家嘅項目週期，配置嘅邏輯咧係完全唔同嘅喎。咁我過去10年嘅經驗嘅核心總結，好嘅規劃唔係咧唔遇風浪，而喺任何風浪裏邊咧，你都知道咧邊一個船艙邊一度係最穩。